王牌出場之無人駕駛。唔知大家近排有冇追開呢套哪一天我們會紅啊？裏面由梁仲恒飾演嘅 Fans Club Admin 呢，嗰份追星嘅熱情同埋不離不棄，真係睇到人哋眼濕濕。自問自己對愛隊國米嘅熱情都冇咁誇張。係嘅，佢哋贏冠軍輸決賽咧都會影響到下情緒啊。不過對波呢個 base 咧遠在歐洲，感覺都係隔重紗。所以我呢啲古早味球迷以前同 friend 打下牙鉸，笑下佢支持嗰隊輸波，過下口癮，轉個頭都一齊食 lunch 噶啦。唔係好明而家點樣可以為一隊外國嘅球隊出勢力同人哋網上罵戰，呢隊又係狗，嗰隻又係狗咁樣，心諗真係有咁憎嘅咩？不過睇波睇到付出真心，我又唔係未試過嘅。好似當年南華入唔到亞協杯決賽，嗱嗰球越位我都仲覺得唔係真㗎嚇。嗰晚返到屋企，我又係眼光光瞓唔着，道氣谷住喺鋪床度，由12點點到3點，頂唔順都係上羅山個 Yahoo blog 度留言，同其他未瞓嘅師兄圍下爐取下暖咁樣。同樣都係2009年2個月之後，香港隊喺同一個場地拎到東亞運金牌。嗰日望住個頒獎台嘅時候呢，我啲眼淚呢唔知點解無端端好似開水喉咁流出嚟。諗落原來我都係唔投入嘅，只係歸屬感嘅嘢呢，真係要落地生根，唔係自己話中意就可以憑空製造出嚟啫。以上廢噏由奇奧提供。我浮沉了10數年，在星空裏閃，帶着妄言，請你容我別去遲，贈出這闕歌，來日某天再相見。